奉长老教会圣乐队兄弟姊妹伫咱中间，咱先拍鼓甲伊欢迎吼。这个边的人讲平安。今仔是5月第1主日，咱做伙三甲伫主的殿院内学了主，天父恩典真正大。天父恩典真正大，日日地因传，无论风雨也变晴，伊路有最宽。咱着笑脸伊的恩，日日永有存，好在的艰难变正欢，烦恼变福气。伊着甲因传，互人恩典拢无煞，开咱的心宽，平安福气有遮尔大。真正大，天父恩典真正大，日日地因传，无论风雨也变晴，伊拢会做伴。咱着笑念伊的恩，日日永有存。好在的艰难变正欢喜，烦恼变福气。伊着甲因传，互人恩典拢无煞，对咱的心宽，平安福气有遮尔大，咱着开声。吟诗，乌天地总三角，伊得靠因传，伊得靠因传，互人恩典拢无煞，开咱的心宽，平安福气有遮尔大，咱着。开声吟诗，乌天地拢总三角欢喜。哈利路亚！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满，愿主赐咱永袂喙焦的水泉，伫咱的性命。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满。袂想属丰盛的活命，今仔人所欠伊袂想，哦，你甲我无欠一件。上主的水泉洗清罪过，互人改变伫生活命。所地也袂开花，祈求的人要得到耶。上主的水泉，上主的水泉受咱拯救，有清净奇妙的平安，伫世的中间领受病。上主的水泉，上主的水泉，赐福大人，达时达位永袂孤单。风开要满满到伫啉酒，讲今日我笑。
高野上主的水泉，上主的水泉上舒服人，逐时逐位也袂孤单。阮非要满满饮酒，讲今日我唱足熬夜。咱踮伫即世间，咱踮即世间，毋免惊吓。教主甲是生活工作，上主的水泉使咱快乐，互咱做伊着失落步。第五节的诗歌的歌词甲咱讲，咱踮世间毋免惊吓。教主教是生活工作，学生读册，愿主的水泉使咱快乐，互咱成做伊忠实的什么奴仆。愿主的仆人，愿主的女婢，愿主的工人，愿主所竞选的子民，咱搁做伙用第五节来陪伴咱的心，咱搁三角来吟。踮即世间毋免惊，教主教是生活工作，主的水泉使咱快乐，互咱最忠实路步。同心来祈祷。遐通会祝愿伫你的面前，摆列阮的祈祷甲恳求。阮的季节已经进入5月份，也就是天气渐渐炎热，一解落雨，一解变热，天气哪来哪烧热。愿主你，互阮对主的热情，嘛那亲像5月的天气。愿阮对你的渴慕。上帝，你赏赐阮，互阮信心够额，坚定徛在，成做你忠实的信徒。阮伫主你，互阮生活生命的工程，来起造阮对你的信心，以及主你互阮的疼痛甲稳定。阮常常来回应主你的疼甲拣选。祝愿今仔日何等的福分来到主你的殿院，我们做伙开嘴出声来学了主。愿阮所吟的诗歌，天父恩典真正大，心内深深体会主你的恩典伫阮的生命生活的中间赏赐予阮，阮领受对你来的恩惠。愿主你将你永袂孤单的水泉来赏赐予阮，互阮来领受这个生命的水泉。有一日，当阮到伫临终的时，互阮知主你互阮的恩典是够用的，互阮入你的国度，主你迎接阮忠心的奴仆，互阮无伫阴间，互阮无伫外面伫遐家己切起，互阮诚做你所疼、真心、真忠、真诚、真意的女婢甲仆人。主愿献上阮的儿女，嘛献上阮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Heavenly Father, I 咱将运动的定位关于安静心来敬拜上帝。为前是主上帝，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我
少年人着安怎互生活顺捷？着遵行你的话。上主啊，我要专心追求你，求你予我无偏离你的诫命。我将你的话放伫心内，才免犯罪得罪你。三甲来因圣诗308首，我要唱歌来学乐，请起立因全首。要唱歌来学乐，学乐上帝伊名的名。阮要唱歌来学乐，学乐上帝至圣的名。阮要唱歌来学乐，学乐耶稣无比的名。阮要唱歌来学乐，学乐耶稣。咱犹原徛地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阮信上帝，全能的帝，创造天地自在。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就天，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边，伊要对犹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各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阿姐。咱用刻印的方式来交托上帝的话。刻印文33，诗篇139篇。我来刻，请大家来译。诗篇139篇。上主啊，你有监察我、捌我。对前远，你嘛看会出我的心思。我的所行所做，你嘛拢知。你已经知我要讲什么。你亲手保护我。遐尼高深，超过我的了解。走到倒位，我才会当得闪你。我若落阴间，你嘛伫遐。
还是去到日落迄边。你的正手莫扶持我，叫暗暝甲我压早。暗时亲像日时遐尼光。上帝啊，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我若要说，比海沙较济。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求你指点我，予我无歹行为。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亲爱的上主，你是我的牧者，我无欠半项。你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带我到清净的水边。你予我心会快乐，为着你的名，带我行正直的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嘛毋惊灾害，因为你甲我同在。感谢你，予阮来到你的国度，伫遮有平安、喜乐甲毋忘。阮要来到你的面前，听你的话语，搁较济会亲近你。阮袂当外靠家己的聪明，爱学习将一切交托予万能的主，因为你的恩典够圆用。伫生活当中，常常有一寡代志会阻碍阮甲主你亲近。对青少年来讲，可能是学校的功课，以及甲同学的关系；对出社会的大人来讲，可能是工课上过无用，互阮可能会无细腻，亲像羊行迷路。总是主你永远会陪伫阮的身边，带阮行正直的路。阮知阮毋是真完美的基督徒。感谢主，你犹原听阮遮的罪人。阮毋免偌尼啊优秀，照着信，就会当白白得到你的疼甲救恩。信仰并袂当互阮的生活变甲一帆风顺，总是拄着困苦、心情无好的时，阮会知有一位神，一位即马存在、过去存在、将来嘛存在的上帝。伫阮的生命当中，予阮无惊吓。阮安尼感谢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献诗由雾峰献歌队，因要吟的诗歌是《因欢喜上赞献歌》。
讲读上帝的话，请移遮。今仔日的圣经记载伫两位，咱先看第一位，伫现代台语译本522页，萨摩尼记上卷13章19到23节。萨摩尼记上卷13章19到23节。迄时以色列全地无拍铁师傅。因为非利士人惊希伯来人制造刀甲枪，以色列人要磨猪头、犁、宝头、骨仔，拢着落去非利士人遐。若要磨猪头、犁，着2个铜钱；磨宝头甲刺棍，着1个铜钱。所以到交战的时，缀扫罗甲约拿单的人，无一个手里有刀也是枪，只有扫罗甲伊的囝约拿单有。非利士人派兵出去防守密抹的隘口。第二位的圣经记载伫撒母耳记上卷14章6节，伫现代台语译本522页。撒母耳记上卷14章6节，约拿单互亚伊的军旗的少年人讲：来，咱来去无守割礼的人的军营遐，可能上主会帮助咱，因为上主互人得胜，毋是在伫人多人少。圣经读到遮。讲到今仔日，陈牧师要甲咱分享的正道的信息是：上帝的眼光无看低自己。即马大家平安。感谢主，咱今仔日有贵宾伫咱中间做伙参加来礼拜，感谢主。今仔日是青少年主日，咱教会遮的青年青少年因伫主日来侍奉，感谢主。我知影细汉的时，叫做度日如年，度日那年。因为童年这条歌讲，期待放学，期待下课，期待安那暑假的来临。但是我即马这个年岁，我感觉度年如日，要安怎？所以这些青年朋友，甲我指导一下，看我要安那恢复度日如年。为什么呢？因为感觉一年的季节就是安尼，春夏秋冬，教会节期嘛是安尼。真紧，明年5月这个时阵，犹原是青年、青少年主日。5月第一主日，因为这是总会标定，按表操课按表操课的教会的节期。总会就是定5月第一主日。当然，有的教会伊家己选到暑假，因为暑假青少年比较较有时间通好组织。特别是中南部的教会真侪，遮的学子咱叫做北漂，因漂流到伫北部读册，比较北部的资源比中南部有较侪，这是一个现象，你甲注意甲看。最近教会最近咱的国家，遮的国小的比赛，也是国中的比赛，也是高中的比赛。你注意甲看，差不多拢北部的学校，也是北部县市的队伍，拢比较较有迄个实力摕冠军，是毋是？以青棒来讲，青棒来讲，台北有伊传统的队伍，叫做古堡家商。桃园有伊最近崛起的队伍，叫做平镇高中。过去呢，高雄有高苑高商，曹锦辉就是即间高商出来。台南有南英高商，即个左头，你叫啥物名？有就是伊尾仔出来，
有时爱考考大家吼，今日倒过去。所以咱想看觅啊，最近你有看到高院伫青棒前几名嘛，然后拍入去决赛就袂歹。所以这是一个，咱过去伊是讲中北轻南，到即马呢，中南部也是有真大的空间通去努力。透过咱科技的分散，甲工业区伊分散的投资，甲土地的提供，咱中南部有遮个科技的厂商以及工业区，也是这科技园区的开发，互一寡资源渐渐为中南部来选。愿上帝帮咱收咱，今仔日是青少年的主日，愿咱搁再一届来想。咱要安怎来培养咱教会的后一代？今仔日有方长老教会伫咱中间，我会记得有方教会有庆祝110年甲110几年，111啊！我感觉讲恁的牧师真有智慧，嘛真有伊的创意，很有智慧也有创意。因为总一人庆祝111，结果伊是用3个1，吼。3个1叫做3-1，我甲师会的赖长老以及一两位的兄弟有参与着恁的周年的感恩礼拜，吼，感谢主，甲恁做伙庆祝110年，恁是用110年到11年，用2年的时间来互教会一个期间来的成长。愿上帝帮助咱，今仔日。上帝眼光无看过家己，即摆的少年人的自我比较早来讲是较悬，自我的意识，自我的那种这边哪解释就是自我啦迄种自我的意识较悬。所以咱知影讲，咱即摆的法律一直咧进步，这是甲现代有所关系。比如讲个资法。我会记我细汉的时阵，有人讲不要跟外国人问他的年龄，对吧？那时候是外国人，我唔知指倒一国啦，可能是指欧美伫法律较头前的国家，外国人无咧问年龄的，嘛有当时无咧问你讲你查甫啊查某，佮有人甚至讲唔通问看伊有结婚啊无结婚啊。但是你看咱即马台湾的社会是毋是安尼？是毋是安尼？为什么我第一甲你讲我有结婚？我有囡仔，你若毋是甲我做熟的人，我无必要透露我的资料互你。所以咱想看觅啊，求上帝帮咱。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已经经过160年，伫160年来看，咱上帝的眼光是安怎看咱的教会，以及看咱导向教会。伫今年跟你们说，笃行教会今年69岁。明年70岁，但是呢，我甲你讲，人生70才开始，咱上帝想帮助咱安怎看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你的印象是安怎？有人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疼土地，为着即块土地定根伫遮，对清末到日治到民国到21世纪。有时咱个礼拜是用台语，但是今仔日对咱来看，上帝眼光，得救的人无在伫恁所做，也是恁所少。如果咱来用即段今仔日等下咱的金句会背着，无在伫你的智慧悬，也是智慧低；无在伫你的能力悬，也是能力低；嘛无在伫你的资产多，也是资产少。嘛无在伫你的口座，银行的口座，你是溢来溢去的，还是慢来慢去的，还是你是月光光族的？求上帝帮助咱，因为上帝讲讲得救的人拢无咧看遮，因为这是人的眼光。愿上帝帮助咱，咱今仔日的礼拜有几种语言的礼拜，拢甲咱的兄弟姊妹讲超过20种。要相信，因为手语嘛一种，台北有手语教会，高雄嘛有手语教会，手语是其中一种的语言。
敢毋是？有日语的教会，因为台北有国际日语教会，为着来住伫台湾，还是来台湾做生意的日本的基督徒所设立的。伫新竹有韩国的宣教师来，无意中嘛吸收着一寡来台湾工作，特别是新竹遐有即个科技厂，有一寡科技的人员，对国外派驻来台湾嘛有。所以咱的语言有真侪种。过去你敢听过一种人叫做福佬客？伊其实伊的身份是客家人，总是伫因为迁徙，因的祖先迁徙的时阵，有个人迁徙到伫苗栗、新竹、桃园，发现讲遮拢是山。咱讲登山过台湾，遮个客家民族因来到台湾时，遮拢山歹种植，着去刷一届，迁徙到中部，也是中南部。发现讲遮拢去互荷兰人占去啊，拢对于福建南部讲闽南语，咱即马讲台语，因伫遐要甲人竞争，伊毋敢讲家己是客人，着甲因甲遮个荷兰人做伙，慢慢，伊的语言就无去啊。伊后一代搁后一代，但是因知讲，阮的祖先是客人，阮的阿公阿嬷阿祖是客家人，但是伊袂晓讲客话，这个叫做福佬客。后来因慢慢开始恢复因的身份，伫中华、伫婚姻都有安尼种的庄头，这个庄头因拢差不多是亲情，也是讲对家己的所在来。所以咱想看觅啊，咱的身份的认同，咱知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殿军伫本土，殿军伫本地。咱的礼拜有超过20种的语言，包括原住民。如果咱若母语学会晓，我拢真盼望讲会当去学一个原住民的语言，包括这布农族。我到即马当我嘛还佫知影一句尔，叫做咪呼咪散，你好，好，也是谢谢。所以你若去国外做好用的，你国外你参加会议特别是啥物教会，迄个啥物基督教世界啥物协会，你若甲伊讲布农语人个对中国来用听无？你不是台湾来的吗？怎么你讲这个话我们听不懂？我讲咪呼咪散，不，这才是台湾本土的语言伊拢听无。你甲骂伊嘛听无，真好。因为咱的总统咱昨昏已经出访了，对方就开始开始骂啊，拢是安尼。咱要安怎做？拢爱去用受人即个钳制希望咱的后一代兴起，为着咱即块土地，咱毋是大陆型的国家，咱是海岛型的国家。看即摆，今仔日的建设，伊写了以色列人面对真困局的困境，因的困境呢是靠着约拿单安那借着上帝眼光，甲伊扭转，甲伊扭转。即个乾坤，甲伊扭转即个劣势。伫困境的中间，有时咱会怀疑咱面对生活的压力。所以今仔日的经济嘛是甲遮少年人讲，上帝眼光是无互你看见家己。虽然讲即摆少年伊自我意识真悬，其实伊内面有真侪生活，也是讲家庭、社会互因无形的即个压力也好，也是讲期待也好。也是讲某一种程度对因的形塑，所以即摆少年人比以前来讲，有时候有当时抗压性较无遐尼较无遐尼strong，较无遐尼强大，但是伊自我意识真大。有可能咱的少年伊有真某一种的自卑感，也是讲。讲即摆讲霸凌，较早哪有讲霸凌？伊较早我嘛无讲啥物霸凌。遮在座兄弟姊妹，你若有做过兵的，就知影，特别是做2年啊，做啥，哪有啥物霸凌？迄到门口就爬入来，佫有啥物霸凌？迄士官来就讲，我爬到行李，这样爬入来，知无？爬入来营区内底，就互遮个老兵
李正站好手势，就开始甲你电啊。那什么叫霸凌？唔知影。所以伫迄种环境啊中间来成长的啊，包括5年级的吼，50民国50几年出世，还是民国60几年出世的，吼，有做过兵的就知影吼。迄阵啊，较无即个霸凌。洪仲秋事件了后，咱较知影讲，这军中到21世纪啊，还永远无改变，所以军中开始改变，开始对整个的军纪军纪开始调整，到即马咱会当买着先进的武器。因为较早这边迄炮你敢知影几年？点名刻1943啊！我1994这边1994年到金门，爱炮迄七炮，迄炮几年你敢知影？1943。拄好有一种电动叫做1943，知影无？你有拍过？后来在咱电头安尼就了解讲，迄种时阵台湾的武器安尼做落伍，但是咱即摆看到武器有够先进，包括这战车，包括咱家己开发的掺水港。飞机的发明造就今仔日交通的方便，但是你敢知影这发明安怎来？咱今仔人坐着飞行机，咱感谢莱特兄弟，因为伫100几年前，因研究，因有一个理想，有一个梦想，人会当飞去到天顶，所以伫1903年，莱特兄弟制造这个飞行机。我请问1805年，宣教师因坐啥物来台湾宣教？马家国也好，李修也好，甘伟玲也好，马街、巴克利也好，因坐啥物交通工具来台湾？请少年人回答：第一，飞行机；第二，高速铁路；第三，船。飞行机第三，还好，你考比3，表示你历史读了袂歹，感谢主这会当上帝拣选你为神诚做教会中心的工人，其实拢是坐船来台湾，较100多年呢。迄时阵因拢坐船。咱即摆有飞行机通坐，诚做咱的日常，诚做咱的月常，诚做咱的年常。为虾米？因为有人讲我一年拢爱出国一届，对吧？一年一届就是年长啊。有的人可能3、5个月就出国一届啊，也是讲莫讲出国啦。住伫离岛啦，澎湖，也是金门马祖，也是兰屿列岛，伊嘛需要坐飞行机，敢毋是？就较紧嘛。而且呢，在地人阁有机票的优惠甲优待，由政府补助，所以诚做咱的日常、月常甲年常。所以这是一个真大的进步。咱感谢莱特兄弟，伊是两个兄弟哥哥叫做威尔伯，弟弟叫做奥维尔。因细汉对机械机器有兴趣，所以因无法度想象人会当伫空中安尼飞，所以因就开始研究。因第一只飞行机叫做飞行者1号，但是呢，这一起飞就歹去一起飞就歹去。了后因佫开始改良，第一届试飞是无成功的。如果这台飞行机叫你坐，你敢坐无？请投保1000万、2000万，你才来坐，因为这实在足危险的。这个毋知有安全带，啥物安全设施无？其实莱特兄弟这对兄弟是冒着性命的危险来试坐因制造的飞行器，敢毋是？所以经过3天了后，因总共飞行36公里。会当证明讲人会当飞上天，因着诚做飞行机的发明者，或者是固定式的飞行机。伫因咧庆祝的暗时，因着请伊的哥哥来致辞。伊哥哥毋知要讲啥，伊着讲各位兄弟姊妹，你敢知影啥物鸟啊上爱吵、上爱讲话？什物鸟仔会讲话？鹦鹉对啊，顶面就有鹦鹉啊。饲的八哥嘛会讲话。我较早金门古店有一只八哥足够讲话，真正。
啊，佫会模仿班长讲话的声，但是后来迄只鸟着上帝甲调转去，伊敢若要啉水，怎栽落油桶内底去，后来发现是伫咧油桶内面有水淹死，可能飞袂出来是安那。但是有的鸟仔袂晓讲人话，袂晓讲啥物话，只会晓讲鸟仔的话，但是安那伊真后飞，对吧？所以遐日即摆有的人爱讲话，讲有人咧遛即个遛鹦鹉啊，鹦鹉飞袂悬，伊上计飞2-3楼悬尔，嘛飞袂远。我一个规个公园啊，主人若苦的伊就转来，伊拢飞一捆头安尼飞袂远，嘛飞袂悬。所以莱特兄弟因发明飞行机这段时间，受到真多批评。伊阿兄讲即个意思是讲，有人对因的看法是讲，因一定袂成功，人哪有可能飞上天？如果即对兄弟若受到当时人言人语、人言人语来，因为安尼来放弃的话，毋知咱今仔日阁有飞行机通坐无？还是咱着永远来坐船？坐火车。其实台湾的政策嘛有真侪无共款政治立场，因为意见有声音，然后安那无用祝福的眼光来看。教会嘛是安尼，如果咱的教会今仔日是要面对黄金10年，还是要面对另外的10年？有一句话讲蹉跎莫前韶光老，人生我有什么好？读书好。但是我们基督徒说，唯有读什么好？圣经好，感谢主。所以咱毋免来克服真侪人言人语。伫大笔的眼中来看，扫罗的囝约拿单是比西亚搁较勇壮，比鹰鸟搁较速度搁较紧，是大笔的好朋友。约拿单嘛看大笔是伊的真好的朋友。所以，对着以色列处伫不利的战局，对约拿单来看，伊敢有法度对上帝有信心？圣经甲咱讲伊有信心。伊讲上帝互咱要互咱得救的人，毋是看咱的人数多，也是少。人拄着困境，有时亲像以色列所面对的处境，就是安那，里落落得个倒菜刀。因为以色列无部队，只有民兵要烧战这是个来，迄个来，迄个来做肉的来，迄个涂水师傅来，即个做事的，即个做使用人的来，斗的，开始要去烧战叫做得个倒菜刀。所以以色列百姓看到安尼情景，因就秘伫山洞，秘伫树林，秘伫墓坑内面，毋敢出来。这是撒母耳记上卷13章第6节讲，以色列人拄着安尼困境，逐个拢四散，安尼要安怎去烧战？如果咱面对咱的国家所面对的敌人是非常的强大，有一日若要烧战要安怎？我今年我已经50岁我已经用厨艺我用厨艺一摆区公所寄迄来讲，敲电话来叫我去区公所厨艺我厨艺佫有摕着我的退伍令，因为我退伍令毋知走伊个，我退伍令毋知走伊个，伊竟然影印本来退伍令，佫讲互你送你做纪念，所以有可能我毋是第一线，总是为着即个土地，若需要的时阵，我嘛爱得个倒菜刀，敢毋是？愿上帝帮助咱。咱拄着困境，有时亲像以色列面对的处境一样。所以以色列因军队的处境困境有啥物？人数绝对的劣势，军队的士气非常的低落。扫罗登基做王无偌久了后，因总共有3000个人的步兵部队，2000对扫罗，1000对约拿单。约拿单带领军队要拍非利士人，但是上去的非利士人绕3万台的战车，马兵6000，
步兵亲像海边的土沙，遮尔多，要甲以色列来交战。所以以色列士气非常的低落，因为因是民兵，是做事的向叫来，吼，迄个抹油菜的向叫来，吼，迄个伫工厂做工的向叫来。所以呢，士气非常的低落，就走去山东，走去觅扫罗非常的担忧，伊就决定讲：啊，我要先来，我来甲上帝献祭，甲上帝献祭，甲上帝讨一下救兵的。伊就请求撒母耳来献祭，总是撒母耳要到扫罗遐可能一段时间，啊，阁是战事已经发生啊，已经开始啊，这信息出来，伊可能无法度行直线，因为可能歹人就秘伫咧中途啊，安那。哦，甲伊突击，所以有可能走去遐，佮走遐，安那叫做迂回对无？吼，迂回去甲要较扫落遐，但扫罗等袂遐久啊，伊就先献祭啊，吼，所以愿上帝帮助咱。后来3000人走到剩偌济人，圣经讲走到剩600人，剩1/5，安那小者，600人要对3万大战车的，亲像海边的山，遮尔多步兵的。战局是对以色列非常的不利啊，吼，非常的不利。搁以色列当时因生活的水平，因的武器的科技非常的落伍，只有扫罗甲伊的囝约拿单有剑以外，其他的无剑无刀，因的武器不足落伍。后勤也不足，咱讲战争要开打吼，战争未打吼，粮秣先行啊！恁粮菜准备有够，你才有法度迄个实力通小战啊。乌克兰罗西亚拍乌克兰几年啊？到即摆袂煞。美国拍伊朗，咱即摆战术，伊朗敢挡会着？毋知，总是咱想看卖啊。菲利斯人当时伊就是有拍铁的技术，啊，菲利斯人因是平常时的时阵就收关价，吼，因收关价。以色列境内竟然找无一个拍铁师傅，无一个铁匠啊，无一个拍铁的师傅，因拍铁爱请人。就咱亲像，其实咱台湾的处境嘛是亲像类似的。咱要做潜水艇，咱要做掺水舰，其实伫马英九政府的时代，就已经有即个想法啦。伫淡水边的时代嘛有即个想法，到伫马英九总统做总统的时，到伫即个蔡英文做总统的时，其实安尼几年啊？41、42、83、32，12年过啊，对吧？因拢做8年吼，不安尼不止啊，你遐看，88、89、20几年啊，哎。度年如日对吧？20几年就过啊，咱24日安尼吼，咱想看觅啊，当时就要做啊，开即几年才做出来，你要生鸡卵生24年拢孵袂出来吗？咱若看即个经济，你就知影。我会记得，所以我做兵的时阵，为啥物武器是1943高射炮、40高炮、90高炮？那个都是2次世界大战，而且那个都是空军淘汰下来给陆军使用的。你就是甲迄个金门岛做伙生做伙死嘛，叫做同岛一命嘛，共迄个岛共一个命嘛。交互你的是迄个第2次世界大战的武器，迄拍落毋知可能爆炸怎啊，规班炮班规拢死了嘛无一定。加在1996无烧者，无我可能倒来就是一盎尔。对无？一个人活我去一盎转来啊！有上帝真正施恩怜悯。较早过去台湾人有偌济人互调去南洋做兵，我的三叔公就是安尼啊，互调去菲律宾啊。但是上帝保守，叫做好你家在又转来。为啥物调第3个去？因为第1个、第2个，我阿公是第2个，第1个、第2个25外岁，生家立业，佫有囡仔，这就无调。第3个。拄好18岁，当少年当勇，每户拢爱出一丁啊，每户若会使你出一丁，恁兜就有福利嘛，叫做皇军嘛，日本帝国的皇军嘛，就第三叔公伊用调去南洋做兵，第4个15、16岁，迄步枪还佫比较悬，
所以就无调。第五个佫愈免讲，因为阮即公阮阿公迄辈五个，你想看卖啊？迄是真正哈利路亚，感谢主有转来，无转来偌济。鹅銮鼻是一个风景点，对无？但是伫迄路边有一个所在，你甲挖入去，遐有一个纪念碑，内顶面有写着台湾人的名、日本人的名、韩国人的名。为什么有韩国人的名走伫遐？因为迄台军舰对朝鲜、对韩国要去南洋烧战，伫个鹅銮鼻外海，迄个美军的潜水舰弹落、沉落，人浮起来。迄垦丁的渔民去甲因鼓起来，好起来，就甲因做伙拢待伫遐。后来日本政府统计，就是一只船运兵船伫遐，迄个即个鱼雷甲弄一个地面，浮足侪人起来渔民就走去互是毋是？所以咱想看觅咱的武器数量若无不如敌军以色列有即种处境。手中有剑，甲即个抢武器的人只有扫罗甲约拿单。可怜的以色列百姓，安尼是要哪相战？为啥物讲是冬甲天的时代无共款？因为冬伊只有700度甲900度，就会当冶炼，就会当炼这冬。但是天无共款，天爱到1538度，这是 AI 甲我讲的。若有错误，你甲我纠正一下。我较只 AI 讲你讲错了所以就700就几百度啦。总嘛是想无讲，冬较贵天较俗为什物天气时代比冬气时代搁较后壁？原来就是迄个温度无共款，但是天较侪，数量较侪，所以天会当做出侪物件，生活方便的物件。但是冬呢比较较珍贵较少，但是伊的物件比较就较高级化，比如讲冬的物件做餐具做食饭用的物件，也是即个买迄个买较高级的物件啦，毋是一般。但是天数量侪，就啥物拢会当做，所以伊说因要犁田的犁啦、白啦，即个遮所有的农用的工具，拢爱叫非利士人甲因制作。武器数量嘛无亲像非利士人遮尔济，所以约拿单做一件代志，甲宣告一件代志。伊做一件代志，就是伊甲伊的随从，伊的随扈啦，甲伊举刀的人进入敌军的阵营，伫遐观察。伊甲即个甲伊摕武器的少年人讲：来，咱来去无受割礼的人的军营。伊为啥物讲无受割礼？啥物叫无受割礼？因为犹太人、以色列百姓，因有受割礼，因甲上帝有立约。因看这外邦人，因是安那，毋是上帝的子民，无受割礼啦，未受割礼之人的营群啦。所以完上主帮助咱，人的眼光来看，犹太人完全无胜算，完全没有胜算。但圣经甲咱讲，决定胜利甲失败的关键，毋是伫咱手中有啥物。是在伫咱看到什么人，约拿单做一件代志，伊就是甲伊的随从进入了敌军的阵营内面。了，伊讲安怎？主会帮助咱，主会用伊的能力，所以因约拿单没有作为，伊毋是无作为。伊毋是伫遐做以代笔等着挨打，伊毋是伫遐讲咱等死有剩600个人，无要安怎？伊看了后讲安怎？做看觅有可能会成功，因为可能上帝帮助咱，耶和华会实践伊的能力。伊宣告一件代志，就是耶和华要替咱做代志。检查耶和华也要替咱做代志，因为耶和华会救人，无限定人的罪责。这是汉语本，汉语本写，所以伊无限定人，你要做你做较通拍赢，少就袂通拍赢。
第一场不对称的战争伫咱的圣经所记载，就是基甸嘛，对吧？基甸几百人啊定，所以约拿单讲上帝要互人得胜，毋是看人看做。如果用即句圣经来看，上帝要互你得胜，毋是在伫你的能力有偌大。啊了，14章16节有讲到非利士人因铁蹄，因的士兵四线四过乱走，这是扫罗的即个哨兵啊，骑卫兵的人看到四线。上帝眼光是要爱瓦靠上帝的信心。1858年，伫美国有一个家庭，伫即个家庭有一个囡仔，伊身体真衰烂，倒病，体弱多病啊，目睭阁无好，下骨阁真严重。下骨是啥？少年人，下骨是啥？下骨的华语叫做虾龟。有虾子跟乌龟，黑姑是啥？恁四大天王，气喘呐。对面呢，黑姑是啥？赶快，我那个你有在查 AI 对不对？没有查哦。黑姑是啥啦？我讲一个啦。穿红衣的年轻人，就是你啦。气喘。啊，答对了。我无透早的哦，我无迄个，我真正是随机问答的哦吼。我足认真的，足认真，听讲台湾少年人，甲因掌声鼓励一下啦。你明天就有业绩上门了，感谢主。所以1858年这个家庭，这个囡仔体弱多病，搁下骨，到伊活到11岁的时阵，这囡仔老爸讲囝。你这身体遮烂，健康也无啥健康，你嘛无啥物，你嘛无算是身体障碍啦，不是身体障碍，就是体弱多病啦，体弱多病。所以因为你这个问题只有全的我靠上帝，你家己饲到11岁，过去咱囡仔讲饲到2岁3岁才报户口的足多嘛，对无？饲到5、6岁还报户口，就是毋知伊活会起来，活会落啊，活袂落啊，迄阵啊医疗佫歹，讲你常常破病啦，但是你又会当真做创造历史奇迹的人物。如果若我靠上帝，这位活我真的上帝会改造你，改造全新的你，互你有极大的改变。11岁啊，这位老爸用信用、用信心，甲为着囡仔祈祷，讲着有望的话。这个囡仔嘛，甲这个话放伫心内哦。那亲像雅各听着约瑟的话，甲伊的话放伫心内。那亲像玛利亚听着耶稣的话，甲耶稣的话放伫心内，所以13年后，囡仔做纽约州的众议员的参政，成做议员。37岁成做警察局的局长。1898年成做纽约州的州长，后来成做美国第26届的总统。咱拢叫伊泰迪。伫咱华语、汉语世界拢统称伊叫做老罗斯福。你问讲罗斯福我知道，就是迄个迄个什么开罗宣言，迄个罗斯福总统，毋是，伊是比佫较早。这位老罗斯福总统，伊真做美国第一个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人，因为去了解日本甲罗西亚的战争日本跟俄罗斯的战争所以愿上帝帮助咱，因为我靠上帝，彻底我靠上帝改变了伊的性命。所以伊就任总统的时讲，用箴言30章50讲，上帝的话，逐句拢经过锻炼，所以我靠伊的人做因的顶牌。所以上帝的话拢有认证，投靠伊的人拢真做伊的顶牌。所以约拿单的故事就是讲，上帝耶和华上帝为着咱实践伊的能力，互600人对3万台战车步兵，亲像屠杀遮尔侪步兵，伊佫无算人数，毋知影要统计迄个人数。所以想看觅，愿上帝帮助咱。大卫靠啥拍赢歌利亚？圣经这段故事咱拢真熟。所以诗篇62篇第8节讲，万民啊，就不是我靠上帝，
对于吐露您的心情透露你的心情。上帝是咱的是咱的避难所，是咱的避难所。有一个宣教师团队人叫做亨利穆尔豪斯，伊的性命拄着真大的考验，因为伊的囡仔坐轮椅，但是伊无怨天啊，伊无怨上帝。伊有一摆买水果转来到伫厝呢。伊的囡仔拄坐伫轮椅，咧甲伊赢子。囡仔想要甲这水果摕去互二楼的妈妈。豪尔即个穆尔豪斯就讲：你也无法度爬楼梯要怎甲水果摕去二楼，互妈妈食。这个囡仔讲：爸爸真简单，我摕水果，你甲我抱上楼就会使。你把我抱上去就可以了是啊。上帝有当时就甲咱抱伫伊的怀抱中间，有时咱亲像伊的囡仔呢，骹无力，骹袂止力，无法度袂行，要安怎？主甲咱抱起来，抱去二楼，就当完成咱的理想甲使命。咱将信心甲伊放伫个行动，要咱将信心甲伊放伫行动，所以地球的人数一定无限定。所以地球的人是钱财多、社会地位悬、学历悬、智商真悬，也是迄个钱财真多人。有时咱无替咱的国家，也是咱的处境，咱无拍铁的师傅，咱无啥物话，咱有可能学历不如人。当时想看嘛，主权是在伫上帝。得胜的官兵，毋是非利士人，即个手举铁器的即个手中，是伫上帝的手中。人的思考，人的逻辑是1+1就等于2，但是咱的信心的逻辑是安怎？我甲上帝，咱着大于全世界所有这敌军。毋是圣经讲那个住在我里面的安那，比世上一切都大。约拿单甲这位少年人，因去甲兵营内面。后来非利士人还未开战，因着自乱因家己的阵势。最后以色列人赢了这场的战争，愿上帝帮助咱，施恩予咱。主权是在伫上帝。伫一个炎热的热天，有3只青蛙叫做水鸡，叫做田蛤因伫树仔讲：哎呀，水足凉的，咱要甲跳落去。经过一个下晡了后，一只青蛙这水鸡讲：够热。你想看觅啊？到最后，因敢有跳落去。原来要行动，要行动，到实践是爱付出决心的行动，到决心到迄个行动。愿上帝帮助咱三个来记得。主是阮亲像即3只4脚一样，伫树枝顶面讲水真凉，咱来去水内面来凉快，总是安那因讲的，若无行动，因犹原无跳入水内面，因无法度享受水的清凉。有时阮知理想目标伫头前，阮却论内，阮毋敢头前来行，因为环境，互阮有侪的捆绑。亲像犹太人，亲像以色列人，因的境内竟然找无一个拍铁的师傅，手中有武器的只有扫罗王甲伊的囝王子约拿单。规个民族只有2支剑，要安怎甲有铁车以及手中有武器的非利士人相交战？非利士人是航海的民族，因对贸易有摕到技术，摕到进步生活的科技，就是因会晓炼铁、拍铁。犹太人因初入迦南地。规个民族要个整合的过程，
经过史书，每一个支派有因的英雄人物，有因的领导者。国家当咧整顿的时，因伫境内因的生活工具，还阁爱依赖非利士人。有时阮的国家嘛亲像安尼，阮若无家己研发武器，阮常常着爱经过侪的艰难，也是用真悬的价钱，才会当得到武器。安尼造成国内侪的声音讲，遮要买武器的钱，咱毋该用伫个教育，咱毋该用伫个国内的建设。总是有一日敌人来的时，若无武器，阮要怎样交战？求上帝帮助阮，愿主你的能力定位实行伫阮的国家的内面。阮毋是看内面，阮是看着外面，阮有四周围的威胁。要安怎，互阮的国家、阮的科技，伊是阮的股市有法度上到遮尔侪万点的时，这毋是永远会当保证每一日拢会当有即个好光景。当有一日战事搁再起的时，台湾人民要安怎来面对？阮照着今仔日的经节，求上帝帮助。虽然犹太人处伫弱势，总是上帝你照着约拿单伊要看见家己，要看清家己，要为着民族来救助，伊甚至用伊的行动来翻转整个的局势。求上帝帮助阮，帮助阮的国家，帮助阮的教会，互阮看见主你的眼光，是互阮会当兴旺阮的教会。我今日是青年主日，愿上帝你施恩伫阮教会每一位青年，无论伊是国中、高中、大学、研究所，也是伫国外的留学，才会出外会笃行行义，笃行才会学生，上帝你帮助伊。施恩祝福伫要咧工作，还袂成家，还袂找到另外一半的遮的青年。上帝，你帮助因的工作，帮助因的事业，阮无看见家己，伊是上帝你的子民，用信心的眼光，用上帝你的眼光来创造因的人生，愿上帝你帮助。今仔日阮的礼拜，愿诚做芳芳的做，主你欢喜，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来求，阿门。来吟回吟的诗，圣诗306首。我的心，你着俄罗主，请起立吟全首。我的心，你着俄罗主，着俄罗主眼光闪亮。我的心，你毋通袂记，一切好事是主所行。请坐，下面献诗由本会献歌队青少年团客，因要带来的诗歌是《云顶世间》。
下面奉献，请青少年团契来为咱服侍。较济。下面咱邀请武丰教会献歌队的队长林永云来给咱请安。师，同志，各位兄姐，大家平安。我是武丰教会圣乐队的队长。今日真欢喜，
德行教会接纳阮来伫恁贵教会学习观摩。你会当看到，可以再往上吗？最开始的那个地方，再往上，哦，没有了。OK， 好。其实伫这10几年来，阮生活队有足大的成长，就是阮有足好的机会、足专业的机会、甲足专业的事情，拢伫阮内面。会记得阮10年前捌来过贵教会，阮来创啥物？诗歌观摩。10年前，所以阮为会当看到2015年开始2014，阮有去足侪教会，即拢是阮去过的教会对南部到宜兰拢有去过，所以你即摆看到即张图，就是台湾，阮去过遮侪所在。阮上年捌去过日本东京，2019，阮去了，才开始疫情的，所以上帝足照顾阮的。阮去的目的，阮去遮侪教会的目的，就是阮要去学习。因为阮知伫阮教会，阮差不多1个月会献诗3遍。阮几乎就是老师教阮唱，但是阮毋知影别间教会，比如说笃行教会。人这么多，唱这么好，这是我们要学习的，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功课。所以我们今天学习到这个东西，所以足多谢笃行教会，互阮来观摩。所以你继续看伫台中，阮有去过遮侪教会，你顶面嘛当看到笃行，唯一第2遍，台湾第2遍来，就是笃行教会。所以这是阮去过每一个教会的记录啦，好，好像不太懂。我嘛去过 Good TV 录影啦，上一页。上一页是这个，这是伫个Good TV 录影，所以你若无小心去看到Good TV，伫2016年，阮捌去过，已经是10年前的代志啊，所以华联港教会、马里巴教会，这足侪水南浸信会。有无笃行教会？阮迄阵来时是，这是阮的队服。今仔日迄个队服，阮穿10年啊，所以阮即摆换今仔日即阵的队服。高雄，这是超级。下去。好。没办法回转，好，没关系。我要讲的，就是因为遮可能伊甲我的频率可能对无起来，我一直试，一直回波。袂要紧，我就是表示阮要学习的心情来即间教会。当然，即间教会我嘛熟悉足侪人的啦，熟悉足侪人的。透过今日的交流，尤其伫等下阮要去快闪，阮每一遍拢会去快闪，快闪了。做伙去食饭，去食饭的时阵，咱才来交流，搁较济交流，安尼好无？所以即马阮教会嘛有阮的代志长老要代表阮教会送牧师教会送教会一个礼物，请牧师阮的代志长老一个。
谢谢。好，请咱先开主报的第3面吼，咱来报告金句。本周的金句咱读一遍就好啦吼。我读一遍来我先。上主会帮助咱，因为上主互人得胜，毋是在伫人多人少。撒母耳记上卷14章第6节，请上主会帮助咱，因为上主互人得胜，毋是在伫人多人少。撒母耳记上卷